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4月18，咱要对出埃及记第37章读到第40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37章，以色列用金和番木做一个约柜，长110公分，宽66公分，悬66公分，用纯金包这个柜，内外拢包地，四边绣金线，佮甲伊做4个金环安伫伊的四支骹，这边2个，迄边2个。伊用金和番木做2支杠，用金包地，将杠藏伫约柜边的环里，用来扛柜。伊佮用纯金做约柜的挂，长110公分，宽66公分，佮用金拍2个天使基路伯安伫挂的双头，一头一个，双头的基路伯甲挂连做规地，2个基路伯面相对，约柜的挂实铁悬，举约柜的挂，伊用金和番木做一块岛，长88公分，宽44公分，悬66公分，用纯金包地，四围镶金线，岛面4个边各做 7.5 公分宽的圈，圈的周围镶金线，伊做4个金环，安伫岛仔4支骹的角头顶面，安环的所在瓦棍环关，通装杠来扛岛，用金和番木做2支杠，用金包地，通用来扛岛，佮用纯金做岛顶的器具，就是盘甲撇仔，以及献电酒祭要用的壶甲杯。伊用纯金拍一个灯台，灯台会做中条杯、玉、花，拢连做规座。灯台的双边伸出6支枝，一边3支，每一支有3个杯，形状亲像杏花，有玉有花。灯台的6支枝拢是安尼。灯台条有4个杯，形状亲像杏花，有玉甲花。伊伫3对相连的枝下面甲条相接的所在做玉。灯台的6支枝拢是安尼，遐个玉甲枝拢甲条连做一个，拢是用纯金拍的。伊用纯金做7个灯爪、灯枕甲灯盘。伊用35公斤的纯金做灯台甲遮的所有的器具。伊用金和番木做一座烧香的坛，是4方形，长甲宽拢45公分，悬90公分。坛迄4支翘起来角甲坛连做一块。坛的顶面、四围以及遐个角拢用纯金包地，佮伫坛的四围镶金线。伊伫金线的下面，坛的双边2支环关的顶面做2个金环，通装杠来扛坛。伊用金和番木做杠，用金包地。伊佮照做香料的方法，做淡薄的圣油甲纯的芳香。第38章，以色列用金和番木做烧化祭的祭坛，长甲宽拢2公尺20公分，是4方形，悬1公尺30公分。伫坛的4角头做4支翘起来角，甲坛连做伙。规座祭坛用铜包地，伊佮用铜
最大所有的器具，就是桶仔、托仔、碗、肉车甲火鼎。伊为这段做一个重的梦，安伫这段四面为摇棒的下半边，互梦对大的半腰伸到下底。伊伫重的梦甲四角头注四个铜环做撑杆的路用，伊用金合环木做杆，用铜包底，将杆撑伫这段双边的环内面。通光这段用芳做这段，中是空的。伊用铜做细长的盆，甲盆座是用伫会幕门口服侍的妇人人的铜镜做的。伊用锁过的幼麻，甲会幕围一个埕，南边的围长44公尺，围有20支条，20个有榫孔的铜座，条的钩仔甲环管拢用银做。北边的围长44公尺，条20支，铜座20个，条的钩仔甲环管拢用银做。埕西边的围22公尺，条10支，铜座10个，条的钩仔甲环管拢用银做。埕东边的围宽22公尺，入口的双边围的长拢6公尺60公分，吊位的条各3支，有榫孔的铜座各3个，埕四面的围拢是用锁过幼麻做的，条的座是铜的，条的钩仔甲环管是银的，条斗是用银包的，埕所有的条拢用银的环管连接的。埕入口的门篱是用刺绣的手路，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甲锁过幼麻绣的，宽9公尺，管道甲埕的围同宽2公尺。吊门篱的条有4支，有榫孔的铜座有4个，条的钩仔是银的，条斗甲环管用银包底。会幕甲埕周围的起仔拢是铜的。下面这个是利未人照摩西的命令，经过祭司亚伦的囝以他玛的指导，清点放约柜的会幕内面器具的记录。犹大支族户珥的孙乌利的囝比撒利有完成上主命令摩西所着做的。伊的同工但支族阿希撒莫的囝阿和利阿伯是雕刻师，嘛是设计师，真够用蓝色、紫色、红色的丝甲幼麻刺绣。为着圣所所有的工程奉献的金仔，照圣所的公称，拢总有1000公斤。会场中间点算过的人所献的银，照圣所的公称有3430公斤。20岁以上有登记的，拢总603550人。照圣所的公称，逐个人奉献6公克的银，引用3400公斤的银。主圣所甲场里有榫孔的座，拢总100个，逐个座34公斤。遐剩落来的30公斤的银，比撒勒用来做条的钩仔，包顶面的条斗做环管。会场奉献的银，会场奉献的铜有2425公斤，引用这个铜做会幕门口有榫孔的座、祭坛、大的铜网，甲祭坛所有的器具，以及埕四围的座甲埕的门的座，会幕甲埕四周拢总的起仔。
第39章，这个师傅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，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用幼工做阿伦伫圣所服侍要穿的圣的礼服，引用金线甲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以及锁过的幼麻做衣服带，就是将金仔拍互薄薄薄，整做线，掺伫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甲幼麻，用技巧的手路织做伙，因搁做肩带，甲衣服带的双边连做伙，衣服带的腰带甲衣服带同款用技巧的手路，用金线甲蓝色、紫色、红色的丝，以及锁过的幼麻织起来，甲衣服带连做一个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因搁当两块阿玛勒鑲伫金圈内，用刻印仔的手路将雅各的囝的名刻伫迄顶面，安伫衣服带的肩带，做以色列人的纪念册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因做一个判断的兄弟，用甲做衣服带同款技巧的手路，用金线甲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以及锁过的幼麻做。兄弟是四方形，凹相赞，长宽拢22公分。兄弟顶面镶四纸宝石，第一纸是红宝石、黄色、银叶、赤叶；第二纸是绿宝石、蓝宝石、金光石；第三纸是紫美乐、白美乐、紫色的水晶；第四纸是青叶、红美乐、碧叶。这个拢鑲伫金圈。这个宝石照雅各的囝的名共12块，用刻印仔的手路，逐块刻一个名，代表12支族。因用纯金拍2条链仔，亲像枷锁啊，安伫兄弟。因搁做2个金的圈甲2个金环，将这2个环安伫兄弟的双头，将迄2条金链仔连伫兄弟双头2个环，用2条链仔的双头连伫2个圈，安伫衣服带肩带的头前，因做2个金环，安伫兄弟双头的前，均衣服带内面迄边，搁做2个金环，安伫衣服带头前的肩带下面。瓦棍烧连的所在，用技巧的手路织的衣服带的大顶面，因用蓝色的釉带将兄弟的环甲衣服带的环绑做伙，搭伫用技巧的手路织个衣服带的带，将兄弟甲衣服带固定着。这个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因用这步的方法做穿伫衣服带内面的外袍，规领是蓝色的，袍顶面下对中，围着头壳留一个孔，周围织领沿，亲像正甲的领孔，接面破裂。袍的下骹铺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做下流，佮用纯金做羊铃仔。下伫下流甲下流的中间，袍规个下骹铺一个羊铃仔，一粒下铃，一个羊铃仔，一粒下流，通穿来服侍上主。这个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因用这步的方法，为阿伦甲伊的囝做幼麻的内袍、礼帽甲头巾。用锁过的幼麻做内裤，佮用锁过的幼麻甲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，用刺绣的手路做腰带。这个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因用纯金做礼帽的牌，用
刻因仔的手路刻圣化归上主，佮用一条蓝色的带，将迄块牌绑伫礼物的头前。这个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安尼，会幕的布边所有的工程拢完成。上主命令摩西所着做的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因将会幕就是布棚甲所有的器具送去摩西遐，有钩仔、板、环弓、条，有笋空的座，看布棚捏做红色的羊杆的皮，甲上顶的皮。也约柜会挂会张离，约柜甲伊会讲，伊会挂，摆献祭的饼会倒，甲伊的器具，献祭的饼，纯金的灯台甲伊的灯钻，灯台的器具甲点灯的油，金的香坛，淡墨的圣油甲芳的香料。会幕的门篱，铜的祭坛甲铜的网仔，祭坛的弓甲坛所有的器具，洗肠的盆甲盆座，埕四围的围甲伊的条，有笋空的座甲埕的门篱，旗仔甲锁仔，布棚甲会幕内面所有的器具，以及又讲做的礼服，就是祭司阿伦伫圣所穿来服侍的圣的礼服，甲伊的囝做祭司咧穿的礼服。上主命令摩西所着做的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摩西看着所有的工程拢有照上主的吩咐完成，就甲因祝福。第40章，上主吩咐摩西讲：正月初一，你着将会幕的布片搭起来，着将约柜下伫迄内面，用杖犁甲伊隔开，将摆献祭的饼的桌搬入去，甲桌顶的物件摆好势，嘛将灯台搬入去，甲灯点倒。着将烧香的金坛下伫约柜的头前，然后挂会幕入口的门篱，将烧化祭的祭坛下伫会幕的布片门口，将洗肠的盆下伫会幕甲祭坛的中间，内面存水。圣所的四围着有埕，埕的入口着挂门篱。你得用圣油抹会幕甲内面所有的器具，将会幕甲拢总的器具分别做成，这个就拢正做成。佮抹烧化祭祭坛甲伊拢总的器具，甲坛分别做成，坛就正做制成。嘛着抹洗肠的盆甲盆座，甲因分别做成。你着带阿伦甲伊的囝来会幕的入口，用水甲因洗，嘛着甲阿伦穿圣的礼服，甲伊抹油，互伊分别做成做祭司服侍我。佮带阿伦的囝来，甲因穿内袍，甲因抹油，亲像甲因老爸抹油共款，互因做祭司服侍我。因受抹油，就世世代代永远着得到祭司的职分。这个摩西拢照上主的吩咐做。第二年正月初一，会幕就搭起来。摩西搭会幕，下遐个座，徛遐个板，撑遐个环弓，踩遐个条。伊伫会幕的顶面看布棚，伫布棚的顶面搁看上顶的皮。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，伊阁将法棒下伫约柜内面，甲棍藏伫约柜上边，将挂
嵌伫约柜顶面，将约柜入会幕，挂隔开的帐篱举约柜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摩西将拜献祭的饼的桌搬入会幕，下伫布片的北边，伫帐篱外面。桌顶拜奉献予上主的饼，拢照上主对摩西吩咐做。伊阁将灯台下伫会幕内，伫会幕的南边桌的对面，伫上主的面前点灯，拢照上主对摩西吩咐做。伊阁将金的香坛下伫会幕内面，帐篱的头前，伫迄顶面烧芳香的香，伫迄顶面烧芳芳的香，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吩咐做。伊伫会幕的布片的入口挂门篱，伫门篱的头前下烧化祭的祭坛，伫迄顶面献烧化祭甲素祭，拢照上主对摩西吩咐做。伊将洗肠的盆下伫会幕甲祭坛的中间，盆内滴水。摩西甲阿伦甲伊遐的囝入会幕，也是瓦棍断的时，先伫遐洗手洗骹，拢照上主对摩西吩咐做。最后，摩西伫会幕甲祭坛的周围设埕，伫埕的入口挂门篱，安尼摩西就完成搭会幕的工作。迄时，云压炸会幕，上主的阳光充满布片，摩西袂当入会幕，因为云停伫迄顶面，佮上主的阳光充满布片。云对会幕升悬的时，以色列人就出发向前行。云若停伫，因就无出发，听候到云升悬。迄时，上主的云停伫会幕顶，暝时云中有火，伫以色列全家规个行程，因拢有亲目看到。咱今日读的圣经节，伫出埃及记第37章到第40章。